师的主题也是跟健康有关系。那后学来了之后呢，就觉得说哇，这就是一场什么？我们常讲的上天最好的安排。因为今天的第一堂课本来是文心讲师，那因为他们有调课，所以就变成是基础讲师。那跟后学要讲的修道与养生，就是有关身体健康方面，又怎样？又不谋而合了，所以说浅显，有时候我们会在道场中呢，会感受到一些很多的一些感觉，就是说哇，就是很有那种气息的那种事情，就像刚刚那个讲师讲的，他很热，他到这边来，然后就冷气什么，还有那个电扇就自己打开了，好，会感受到其实在道场中会发生很多，那你就说哇，这个是好像是上天最好的安排。然后先我慈悲，因为我们来到这里是叫什么？叫爱想佛场，对不对？而且有别的单位的那个点完师，他们来到我们爱想佛场，他们也来到他说哇，我们的师父叫什么？让什么飞翔？让爱飞翔，叫做爱想佛场，充满爱的地方，充满爱的佛场，所以说浅显来到我们爱想佛场，有没有觉得那种感觉就是怎样？充满了怎样？充满了爱，充满了温暖，充满了温馨，有没有这种感觉？有没有？所以说呢，我们来到佛场当中，其实会让我们的心灵呢，除了刚刚那个里面有讲到说他的修行就是来佛场听课，为什么来佛场听课会达到修行的一个状况？就是因为怎样？身体坐在这边，虽然是坐着没有躺着睡觉休息，可是坐在这边可以达到心灵上的一个喜悦，我们称它为叫做法喜充满。当你心灵上得到就是那种法喜的时候呢，真的找到了心灵上的一个宁静，那这个时候比你睡觉还好，会让我们的精神非常的清净。当我们人心非常清净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时候是跟佛一样的一个状态的。好，所以说来到佛场真的非常多的好处。那后续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修道跟养生，修道跟养生它也是就是息息相关，是没有分解的。那刚刚后续就说真的是上天很好的安排。好，我们前后2堂课的课程刚好怎样？有一种那种连贯，有一种连贯性。那就是说，观世音菩萨我们都知道他是怎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大家都知道的。只要碰到什么事情，大部分的人就第一个就是说观世音菩萨慈悲。好，要不然就大家都会就是很多人都会讲到，就是说，碰到什么事情就是心里面赶快求观世音菩萨慈悲，因为他是什么？大慈大悲，然后呢，观世音菩萨。好，所以刚刚上位讲师有分享观世音菩萨的一些可以让我们学习的一些东西。那后学也你看就这么巧，后学也找了这个观世音菩萨相关的一些资料来跟大家分享。那后学就是说这一个片子会有点长。那刚我们在堂课的讲师有讲到。那个长寿的原因，心理方面占了几%？1半以上。所以现在后学有看到很多，因为我们现在网络资讯很发达，有些
那个 FB 也好，Line 也好，一些网络新闻也好，或许最近就常常看到有一些专业的研究报道的结论，就是证实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愈能力。都有治愈的能力。什么叫治愈能力？就是说，我们人生病，其实有很多的因素是来自于自己的什么因素？心理因素。跟刚刚我们那个心理讲师讲的，有很多都是因为心理因素。当你心理因素把它解决掉之后呢，你的治愈能力就怎样？就启动了。所以身体就健康了。当你治愈能力启动的时候，像昨天晚上我有看到一篇报道，那个也是非常专业的医学法的报道，诺贝尔得奖，好久没有跟他提，诺贝尔的那个心理得主，他就讲到说，当我们心里很快乐的时候，我们心脏会启动一种非常快乐的一个成分，那个成分可以杀死我们体内的细胞，就是它的癌细胞，不好的细胞就对了。它可以把那些不好的细胞，当我们很开心、很快乐的时候，那个心脏会分泌出那种成分，让我们的治愈能力启动。当我们身体里面其实有一些好的细胞，就是所谓的我们的正能量，然后有一些不好的细胞就是会害我们身体的那些细胞，那些快乐的细胞会把那些怎样不好的细胞给怎样消灭掉。所以说，包括还有现在也还蛮有名的那个赛斯，那个许先生，他所提倡的也是什么？治愈能力。我们人生命是越来越多这方面的专业研究报道出来，证实说，当我们身体真的可以非常喜悦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心里面不是外的。心里面真的是身心里非常的清净，非常的快乐，非常法喜的时候呢，我们人说的话健康，那健康就会怎样？当然就比较长寿。好，就是身体就会很健康。最后也分享这一段，就是观世音菩萨有很多，人家说天我有千百亿的化身，各位浅浅，请问在座各位浅浅，你们觉得你们可以有千百亿的化身吗？不要说千百亿嘛，有可以不同的化身嘛？各位浅浅，你们觉得嘞？可不可以？有些小丑是真的是可以的。好，所以说像观世音菩萨，他有很多，他的故事很多嘛，他有很多好的故事，然后去度化众生的一些故事，我们都有听过，而且还听过，因为观世音菩萨，我们直觉上会觉得他就是一个婚纱是女生嘛，可是曾经在离我们很远的一个国家，或者有忘记的名字了，他曾经转世为是男生，所以当时有没有一定说他就是女生不一定，因为他就是天火就是有千百亿的化身。那现在就来分享观世音菩萨，他真的有很多的法相。那我们每一个人也可以有很多的碰到不同的理解，就我们给他什么样的东西，这个就是我们呈现出来的一个世界我们的一个法相，一个法相。好，那跟大家分享。然后心里面呢，可以借着这样的一个音乐，就是这种音乐它是梵语。好，可是听着，当你真的静下心来听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心里非常的清净，所以就让我们的心里清净一段时间，然后再顺便你就不要记得嘛，因为旁边会有一些非常有智慧的话，然后一边聆听那个音乐，然后一边看旁边那些很有智慧的话语，然后让自己的心里真的可以清净一段时间，好不好？开始。
好，各位先生，看完这段影片有没有觉得心灵上刚刚我按错了，或许按1次就按到那个关机。好，各位先生，刚看的那一段影片啊，有没有觉得心灵上有一种那个法喜充满的感觉？有没有？有。真的，因为那是跟是佛教方面的一些歌曲，虽然唱的我们听不懂，可是呢，你们实际会帮我叫记下来一下，你怎么打不开？所以说在那个我们听不懂的，却呢，我们如果真的能够静下心来听的话，其实我们内心都会有那种，就是真的一种清净，然后法喜充满的那种感觉。好，所以当我们内心清净的时候呢，那我们这个时候的心，其实跟观世音菩萨他们的心，佛菩萨的心是一样的，因为清净就是什么？清净就是佛，对不对？不开，所以我就打开了一看，我看这个想法有点乱。我这个是想好，所以说，当我们来到佛堂当中呢，我们就是在跟佛结缘。那当我们跟佛结缘的时候呢，我们会跟佛的那个所谓的契机，所以我们叫做我们一般世俗讲的叫做磁场。我们磁场会越来越跟我们的仙魂是怎样，会是越来越接近哦。那当我们的磁场跟仙火越来越接近的时候呢，那我们当下就是怎样？当下也是佛了，因为科学上不相信，我按只有按到这个关机，然后就按就这个好了，所以说我们除了有跟那个佛菩萨一样的本质以外，请问各位浅浅啊，你们觉得我们大家有没有跟佛菩萨一样的本质？有没有？是有的哦，请问各位浅浅，观世音菩萨还没有成就观世音菩萨这个圣号佛号之前，他是人，他是什么？他跟我们一样是什么？是人哦。所以自古以来的圣人、圣贤菩萨、佛菩萨，他们都有经历过人的这段过程，对不对？对不对？那我们现在也是跟他们一样，都是有人的一个过程。他们并不是说，来跟谁来都来了，一个习惯这口的，都不是安内哦。包括我们的济公佛也好，弥勒祖师也好，所有的佛菩萨，他们都有经历过人的这个过程、这个阶段，那跟我们人是一样的。所以由此可证，圣贤菩萨、佛菩萨是谁修成的？是谁修成的？人修成的，各位学姐，这是肯定的事实嘛，都是由人来修成的。那我们有没有那个机会也可以达到跟他们一样的境界，就是达到佛菩萨的境界？有没有？有没有可能？等一下我先打开一下，有没有那样的一样的条件？有没有一样的条件？各位学姐？有没有一样？我们大家跟佛菩萨有没有一样的条件？有没有？有的。好，所以说只要我们有那个心，因为我们本来就具备所谓的那个佛格。我们现在是什么格？人格。我们都讲人格，我们现在是人格。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人格，我们现在是人格。那人格到佛格的这个过程。好，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我们讲要修的过程。为什么我们会变成人格？因为毕竟我们本来是具备佛格的来到这个人之间，然后人之间有很多的引诱也好，很多的污染，让我们的佛格就是怎样丧失掉了，不具佛格了，变成降为什么？降为人格。那我们就是要靠修的这样一个过程来
让我们恢复原来的活格。所以相对的那些所有的那些，我们讲说有情众生，所有的我们人是万物之灵，那各位请多听点，那动物它们有没有灵性？动物有灵性，我们人有灵性，是万物之灵长，那动物有没有灵性？动物其实它也有人性，只是动物它变成一个怎样？它不具人，它就比人格再降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畜生道嘛。畜生道，它就不具这个人格，连人格都没有办法具足，所以呢就会变成怎样？变成畜生道。那这些畜生道的这些动物们啊，其实曾经也是有可能曾经是我们的亲人哦。为什么这么说？后续在后面会分享哈。那今天我们在讨论的，全世界都在讨论一个全球文化的问题，这个跟我们的知就有关系的，跟我们的知识有关系的。好，所以说后续分享这个也可以让各位请看一下，然后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全球暖化，然后明日的我们，全球暖化现在这个议题大家都很关心，因为全球暖化到后来就会怎样形成一个整个大环境的恶劣。那当大环境恶劣的时候，我们人没有办法生存吗？就没办法，跟大家分享。